開關機鍵 TDS 電量鍵顯示屏溫度增加鍵溫度減少鍵。使用前注意先將壺內清洗乾淨，將產品充滿電後再使用。溫度調節長按開關機鍵開機，默認加熱溫度攝氏37度。短按開關機鍵，切換溫度選擇。短按加減鍵，可一度一調調節溫度。消毒操作開機後，杯內可加入50到100 ml 水，長按加鍵，此產品進入消毒模式，默認30分鐘。TDS 電量鍵，短按 TDS 電量鍵，屏幕顯示水質 TDS 值與當前電量。充電指示燈顯示，主機充電時電量顯示白燈閃爍，主機充滿電，電量顯示白燈常亮，主機電量低於40%，電量顯示紅燈常亮，主機電量低於10%，電量顯示紅燈閃爍。屏幕顯示 low， 而且紅燈閃爍，代表電池電量已用盡，無法開機。產品無法開機，請檢查電量是否充足。產品無法充電，請檢查電源是否連接正常。